在最黑暗的时刻，我相信你正在这，经历软弱的拉扯，我又全然信靠你的选择。失去身上我会泥泞，接近我心，脱去生命的灰尘，带来更新。Face all the fear， 信心战胜恐惧。你话语让我重新得力。在最黑暗的时刻，我相信你正在这，经历软弱的拉扯，我又全然信靠你的选择。继续身上无悔泥泞，接近我心，脱去生命的灰尘，带来更新。抹去谎言，坚固我心，与你同行。我唯一渴慕是你。Fits all the fear， 信心战胜恐惧。你话语让我重新得力，继续身上无悔泥泞，接近我心，脱去生命的灰尘，带来更新。抹去谎言，坚固我心，与你同行。我唯一渴慕是你，你能力使我苏醒。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神，一早再一次被祝福，要来经历神美好的一天。让我们一起来献上赞美的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一早你就让我们的灵来渴慕你，来渴想你。一早我们就被你的爱所吸引。让我们一起可以用一早，我们就用读经祷告来敬畏你，来跟随你。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要读的经节是申命记20章1到20节。申命记是接续在民数记之后，第二代的以色列人准备进入那美好迦南地的前夕，摩西要离开之前向以色列人所说的一些总结的话，也是摩西他的期许的一种临终的嘱咐，是摩西五经的一个总结。我们今天要看的第20章是记载在4到26章中关于特别律法如何遵循的某一部分。我们读的20章主要就是在说明关于战争的原则。摩西在这个章节中，从1到4节鼓励百姓刚强壮胆开始，然后进而晓谕他们有关战争的各项条例，
包括豁免兵役条例的原则，记载在5到9节。10到18节呢，是告诉我们如何区别对待迦南境内的敌人和远方边境地区的敌人。最后19到20节，他在告诉我们如何保护使用所攻取的敌城中的树木。在1到20节当中的这些条例字里行间，都充满了神对人的怜悯和公义。让我们一起就来攻读神的话，申命记20章1到20节。战争的条例，人出去甲对敌交战，看到因的战马、战车以及军兵比恁较侪，毋免惊因为带恁出埃及地的上主，恁的上帝甲恁同在。恁排阵的时，祭司就伫军兵的面前宣布，讲：以色列人，要注意听，今仔日恁要甲对敌交战，毋免惊，毋免论，毋免恐慌，毋通因为因皮皮喘，因为上主，恁的上帝会甲恁做伙去，为着恁甲对敌交战。互恁得到胜利，遐个官长嘛着对军兵宣布，讲：若有人起身处，摇摆举行奉献礼，伊通倒去因兜，加冕伊死伫战场，别人退伊奉献。若有人种葡萄，摇摆收成，伊通倒去因兜。加冕伊死伫战场，别人享受伊的果子。若有人订婚，摇摆带伊通倒去因兜，加冕伊死伫战场，别人带伊的离婚妻。官长着搁对军兵宣布，讲：若有人惊遐恐慌，伊通倒去因兜。加冕伊影响全军的士气。官长对军兵宣布了后，就指派军官做头带军兵。第10节，领我军城要攻打的时，就互城内的住民有机会投降。因若接受，开城门，因所有的住民拢着做苦工来服侍恁。因若毋投降，要甲恁交战，恁着甲因围困。上主，恁的上帝会将因交伫恁的手，恁着用刀杀死因所有的查甫人，毋辜妇女、囡仔、精生，甲城内所有的物，恁通抢来做战利品。恁抢来的物是上主，恁的上帝赏赐恁的，恁通摕去食，摕去用。遐会离开恁真远，毋是附近国家的城，恁着安尼对待因。遐会住伫上主，恁的上帝赏赐恁做产业的地的民族，所有会喘气的。恁毋通互因活地，着照上主，恁的上帝的命令，将赫人、阿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希利人、亚布斯人全部消灭。加冕因甲恁做逐款可恶的事，互恁学因敬拜因的神明。直到恁得罪上主，恁的上帝，恁若违反这个城，爱真久才会甲伊攻破，毋通用斧头刺果子树，恁通食因的果子，毋通甲刺起来，因为野外的树木毋是恁的对敌。第20节，
毋过恁若知影遐个树袂去为食直的果子，就通甲错起来，摕来做攻城的器具，攻击甲恁高前的城，直到甲城攻破。在这个20章1到4节里面，圣经的教导是在教导一个战争心理很重要的素质跟心态的准备。在这4节里面，摩西鼓励百姓要刚强壮胆，尤其是第4节，他提到战争胜利不在乎人，而是在乎神的同在。因此，军队的品质比数量更重要。一个优秀的军兵，要是能够完全委身于神，对神在征战中的能力有绝对的信心，是很重要的。然而，在了第5节到第9节，摩西又教导了这个战争要带谁去，所以他有提到说，有4种人是可以不用当兵打仗的。一个就是建筑新房屋的，然后再来呢是种新葡萄园的，再来就是刚娶妻的，还有胆怯的，这4种人是可以免服兵役的。然而这4种免服兵役在其当时是有它的时空背景的。建新屋者为什么不用？因为当时房屋盖好之后就必须行奉献之礼，就像我们的新居礼拜一样。如果屋主在尚未奉献就战场上不幸阵亡，他辛苦建造的房子就可能会被他人使用的。第二个，栽种葡萄园，根据当时的惯例，设置葡萄园的前3年不能食用它的果实，第4年要将果实献给主，直到第5年原主才可以享用。若是5年之前去当兵就过世了，便无法亲自来收成。再来就是新婚，当时的人必须先订婚，就像台湾一样，如果订婚后尚未娶亲去当兵，万一在战场上过世了，这门婚事也就化为乌有了。上帝借由官长对以色列百姓的宣告，刚刚提到的条例就是一种人性化的战争豁免条例，以确保个人的责任得以完成，并且不让努力的成果被他人替代享用。提摩太后书也曾经提到这样，他说，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召他当兵的人喜悦。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简单来说，上述的这些条例就是为了保护劳动者的权利，避免他们在奋斗后却未能享有成果的牺牲。我想这就是一种重质不重量的一种做法，因为要上去打仗的人，他的质是很重要的。芬兰的大学入学考试跟台湾不一样，他们的考试长达3个礼拜。这种漫长的考试，他们讲究的就是质而不是量。他们会灵活的安排考试的时间，是2到3周。学生在这段期间里面可以自行选择安排线上考试的时间。然后呢，他们会给他一个很好高素质的题型，让学生呢在长时间对他的文章进行分析和评论，再用这个去决定这个孩子这个学生可以进入哪个大学。所以质是很重要的。在以当时以色列人预备进入迦南地之界，这个条例也就是强调的生命与人的劳动成果，而且也展现了上帝对人民的体恤。要注意在圣经里面提到的他可以回家去，在圣经里面上帝讲的是命令式，就是命令他回家，并不是让人自己选择。神要的就是那个质。这一切也都体现了神顾惜人的基本生活需求与成家立业的怜悯，不强迫人在心有牵挂时上战场，
要知道，身在此时要打的是属灵的征战，神的征战全然不是以算术为战术。再来10到18节，他讲到的是战争中规则条例，如何去对待面对的敌人。那敌人有分2种，一种是迦南境内的敌人和远方边境地区的敌人。那对于远方边境的敌人呢，神给我们3个步骤，第一个就是先求和，第二个就是若接受和平，他就只要成为奴仆，可是如果拒绝和平呢，就是破城之后就要用刀杀尽城中所有的男丁，只有男丁哦。好，那如果是可是财产跟妇孺呢，还有他的牲畜呢，都可以当为做战利品。那迦南境内的敌人呢，没有步骤，就只有一个叫做全面灭绝。他说凡有气息的一个都不可存留。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迦南境内的人，上帝看他们为恶，他们没有一个是值得留下来的，因为唯有让他们这些人留下来，是反而会得到负面效果的。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后来并没有依照神的吩咐，也没有彻底的除灭迦南邪恶的国民，所以到了后面士师时代，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些没有被赶出的迦南国民成为他们的祸害，使得以色列人一次又一次遭受到的压迫和流血。所以最后呢，第19到20节提到的是树木如何保护使用的原则。这个部分有一点突兀。1到18节，圣经教导征战的心态，带谁去打仗，甚至于是教导面对敌人打仗的原则。最后却用保护树木，不可用斧子砍伐树木作为结尾。圣经提到树木处理的原则，上面有写到说，选民不要砍伐所占领之城的果树，因为果树除了及时供应食物之外，日后也可以成为以色列民的资源，而那些不结果的树木则可以砍伐，用来修筑营垒。其实这里面也有一些当时的时代背景，因为以前铁器很少，所有的东西武器，甚至于是工程的这些的大型的武器，还有桥梁，都是用木头做的。在当时，木头是一个很珍贵的一项资源，所以圣经在那里面的教导，也就是在教导一个战争的伦理，就是你不能因为血气跟愤怒所引起的鲁莽，而是做了一些所谓的蓄意性的破坏。所以在这边，神也要以色列的人民所参与的战争绝对不能带有扩张领土或是掠夺钱财的性质，只能是具有维护耶和华信仰与审判罪恶诚意的性质。在我们这边看到的是结果子的树和不结果子的树，很自然我们就会想到神要我们像结果子的树。其实当我们仔细去看，我们可以知道神应该是结果子的树和不结果子的树，神都要，神都会使用。神也要让那些还没有听到福音的人也都能够得到讯息。属灵的征战是神替我们的征战，因此不但动机要出于神，时间要等候神，方法也要根据神。今天当我们是要打那美好的仗的时候，更要不住地提醒自己，不可依靠人的血气来征战。撒母耳记上17章47节说，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摩西在旷野经历了40年有生之年，即将进入迦南地之前，接近新场，就是要以色列子民能永享可持续性的得胜。有一本书叫做《常胜的心态》，作者是一位奥运划船选手，
他代表英国参加3届奥运、6届的世锦赛。他发现在运动场上那些风光的赢家得到了奖牌之后，反而觉得虚空。那除了第1名之外的那些虚家呢，又觉得自己一文不值。怎么会这样呢？赢家和输家似乎都得不到真正心灵上的充实感。那什么是赢家，什么又是输家呢？我们常常都用胜负来决定，可是胜了之后呢，又能怎么样？作者要我们去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要我们有一个长胜的心态。我们要保持一个长胜的心态。所谓长胜，书上说，并不是长久之后的某一个日子，我们才终于获得胜利。恰恰好相反，长胜的意思是从现在开始，直到很久以后的这一段漫长时间里，这当中的每一分每一秒，你都活在当下，充满活力的持续学习，建立连结和发挥影响力。如此一来，你就是长胜。拥有这种心态的人，难败却长胜，这是书本的教导。然而圣经呢，早在摩西时代，他就用律法条例教导以色列子民来遵行。就像今天读到的申命记20章1到20节的教导，其实它最重要的是要我们保持持续得胜的心态。得胜与不得胜不是像生病，有医治就是得胜，没医治就是不得胜。耶稣基督的信仰也绝对不仅仅是病得医治这样简单。神透过今天的经节，要启示以色列的百姓，说我给你们安排的也绝对不是单单打赢一场仗那样简单。神要我们能够得到的是持续性的得胜。那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得胜呢？昼夜思想神的话，照着神的话去做，那就叫做持续性的得胜，就是一个能够持续得胜的基督徒。那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父神，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这么爱我们。你要我们每一个跟随你的人都能够成为一个持续性得胜的人，也是一个持续性得胜的基督徒。谢谢你透过你的这些的话语帮助我们，透过你的话语来照亮我们的道路，让我们每一个人跟随你的人，我们都是成为一个有盼望的人。谢谢主，也愿神祝福我们今天一天都能够成为持续性得胜的基督徒，做出持续性得胜的行为来荣耀你。孩子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 Amen。 星星的盾牌是从你而来，不怕失败，你与我同在，仇敌迎面而来，举起星星盾牌，不被打败。